这是切出来的废料，想必也做不出什么好东西了。但是到了我们手艺人手里，都会变成精美的艺术品。看看我是怎么变废为宝的。今天要做的这款吊坠是一个掌上明珠贝壳，这个吊坠整体是一个贝壳的样子，里面有一个可以自由滚动的小珠子，寓意把你捧在手心里。你是我的掌上明珠。根据料子俏色的部分，在贝壳上面雕刻一个生肖蛇，蛇在中国文化里有着丰富的寓意，它灵动且神秘，象征着智慧与生命力。这枚吊坠上的蛇造型栩栩如生，蜿蜒盘绕，仿佛有着自己的韵律。而在蛇身的细节处，巧妙地雕刻了一些花纹，这些花纹精致细腻，仿佛赋予了蛇新的灵魂，有着吉祥如意、顺遂安康的美好寓意。这是一位大哥要送给妻子的生日礼物，